維園阿哥喝倒彩，林瑞麟嫌嘈。城市論壇尋日傾政改，逼爆維園涼亭。化身人肉錄音機嘅林瑞麟繼續死撐政府嘅方案係民主進步。有超過60%嘅市民咧係接受2017-2020嘅普選時間表。阿林公公咧，林瑞麟咧，佢就如果你話講民調，我話最實際講投票，一人一票嘅方式。投票支持咧係取消功能組別。呢個論壇咧，我發覺咧就真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嘅。可能咧跟埋陳偉業咧叫外公喎，大家係平輩嚇，就唔使咁尊重。朱姐都加入戰團。我覺得懂得人情世故嘅人咧，都會了解到你手裏邊揸住一隻鳥，好過喺森林裏邊嘅兩隻。劉夢熊就翻民主派舊帳。沒有時間表，不收貨，啱唔啱啊？第二個咧就係話呢個經常話取消區議會嘅委任議席，咁有乜理由？當年你反對嘅時候就憑呢兩點，而家呢兩點唔夠數啦，仲會反對咧？我當時我係前線係一定要雙普選嘅07、08，豈有此理！劉夢熊，你唔好喺度強姦民意嚇。台上鬧完到班觀眾啦，而家拍無間道啊！3年又3年，3年再3年啊！你要我哋香港人幾耐先？我哋希望透過一個民主嘅政制去一個公平嘅社會環境，唔係嘅話，獅子山下嘅精神點樣發揮出嚟啊？多謝。唔該晒你。跟住譚瑞麟，佢話2017係你爭取嘅，你發夢嘅你大佬啊，曾蔭權都未有資格啊！台上每次到建制派發言，台下都噓聲四起，連主持想平衡下兩邊聲音都好難。有冇建制派嘅朋友嘅聲音？第3排第一位先啦，我唔知你係咩派啊，仲有啲似我斷估嘅啫而家。我希望呢，香港電台做一個網絡嘅一人一票普選，無意選票。雖然港台已經喺台前邊加咗鐵馬同擺盤災陣，但係咁俾人噓嘅林瑞麟仲好不滿咁，批評唔應該透過嘈吵同發好多雜音嚟爭取民主，仲向港台施壓話要再進一步維持秩序。佢係咪要做到香港已經唔係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，調翻轉只係一言堂？老實講，你嘅政制和諧咪冇事咯，你嘅社會和諧咪冇聲咯。政治經濟都係有問題嘅時候，老老實實，唉，你想人和諧好難喎。班建制派嘉賓喺節目完之後，繼續要由主持護送離開。論壇就火花四起啦！而喺論壇前，維園阿哥成立全民發聲運動，班維園阿伯就嚟踩場。開波！時代已經人間蒸發，你知唔知你自己啊？班維園阿哥當你講嘢拗痕咋？